咁你睇下而家內地咧揸個手機已經咧就到去到。你諗下以前我哋自己經常去內地，我哋揸車去內地咧，以前好驚嘅，驚咩咧？第一就驚人哋咧就會無端端咧就啲交通規則唔遵守，因此造成危險。第二咧係上到高速咧會俾人攔截你架車咧，然後敲詐你、打劫你。但係你去到2000年代之後咧，呢啲嘢已經係式微啦。點解咧？因為我哋嘅 CCTV 嘅系統咧喺全中國咧都好保障到任何一個人，只要你一犯咗法就好快拉到你。咁因此以前你諗下去羅湖商業城去東門好快就唔見咗部手機。但係今時今日咧已經冇人去打你荷包執你嘅手機，因為就算執咗你部手機佢唔係打你荷包攞嘅，就算喺一啲地方執到，佢都可能會犯法，因為你一報咗案之後咧，一跟查就會揾到你。喺咁嘅情況之下，而家全世界原來最安全嘅城市咧就係喺中國。咁你諗下去歐洲旅行，你會經常俾人打荷包，但係喺國家咧你已經冇呢種憂慮。所以好多嘅西人嚟到中國做生意，或者嚟讀書，甚至嚟做投資咧，佢哋都覺得呢個非常之一個安全嘅環境。咁當然啦，我哋好多嘅外匯管制或者係稅項係令到一啲投資者佢哋嘅考慮因素。咁我哋作為香港呢個大門咧，我哋就因為免稅港就有呢個好處咧，令到我哋引入好多唔同嘅資金。所以因此我哋作為中國人喺今日，由我細個睇到我哋俾外國人嘅欺凌，到今日呢種情況仍然有發生，但係已經係越嚟越覺得我哋嘅地位已經不同。如果我哋去到即係你話非洲好多地方，我哋嘅建設係令到啲非洲人民生活嘅改善咧，其實呢啲咧亦都係令到我哋自豪。我哋倡議和平，我哋見到好多不公平嘅嘢，我哋喺聯合國咧都表態，希望呢啲嘢都係造福人民。你諗下世界衛生組織而家最大嘅金主原來就係我哋國家，好多嘅情況咧都係我哋支持世界，包括咗而家個環保、減碳中和呢啲，完全咧都係我哋國家嘅使命。所以今日我哋做中國人嘅自豪係發自於呢個國家嘅成長嘅過程，令到我哋人民得到應有嘅幸福，令我哋嘅人權係得到保障。當然有好多嘢就係值得更加要令到嗰個自由度更加不同嘅嘢咧都能夠提升。嘢係只有越嚟越好，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一齊嘅努力，令到我哋自己國家咧可以喺更加健康嘅情況去發展，咁令到我哋嘅自豪唔單止來自於形象，喺我哋自己生活嘅水平，喺文化嘅領域都能夠認真體現得到。所以中國夢一齊去創造。